考量到高铁灯区积有公共便所数量不如安平灯区较济，为确保民众伫看花灯的时阵，嘛会当方便上便所，除了增加公厕数量，更注重性别平等友善设计理念，兼顾男女使用者的需求，嘛大新规划了无障碍便所，互行动不便者嘛会当安心舒适上便所。同时，为维护环境卫生，环保局嘛加派清洁人员，每当固定清扫便所以及周边的环境，希望互每一位来台南看花灯的游客有一个良好的观点体验。你若站在赤坎楼顶，可以看到中西区的历史走廊。不知道这只凤凰，甲咱看到的台南，敢有相像？除了有清洁人员用心维护，环保局长许仁哲也呼吁民众伫使用公共便所时，要注意维护环境、妥善处理垃圾，以确保环境整洁。希望民众共同维护当地环境品质，和后一个民众嘛有良好的旅测体验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